我講直少少啦，而家好多後生仔女其實好想拍拖，但係真係唔識點樣去愛。兩個人一齊，可能連對方中意食咩、經啲咩都未搞清楚。其實你對呢個人根本仲未了解。除咗一齊食飯、玩同埋肢體上嘅親密接觸之外，好難有更深入嘅交流，甚至由頭到尾都未真係俾對方見過最真實嘅自己。其實咩叫靈魂伴侶，真係好難一句講晒，但至少起碼應該係，當你見過對方狼狽、脆弱、唔完美嗰一面之後，你仍然願意堅定揀佢。所以咁睇，青藤之戀真係有企喺年輕人角度諗，一開始就將學歷、工作、感情觀、三觀呢啲資料擺出嚟，等大家可以先真心了解清楚，先開始接觸，自然遇到真愛嘅機會都高啲。有興趣嘅話，真係可以試下。想揾優質戀愛，就上青藤之戀啦。用戶全部要做人臉比對，杜絕假身份，科學解碼，揾啱你嘅人。